幽冥笔书，深情不别。凡在天地间所生所存，所长所虑，弃于死亡，人反于无者皆属之。故后天谓物繁，谓事众，谓情不移，谓庸各殊。而先天则异也，一生于无，既无矣，何以复言及之？则推本反实之谓也。生有其本，成有其始，无本不立，无始不达。此圣人讲义，必素于义之前，而明其自来。此亦有太极一章之大旨也。然太极亦已有，人非先天之纯者，盖由先天以入后天。自太极谓之本始耳。太极未动，浑圆一气，此先天也。